喺大部分人嘅心目中，收入就等於工作嘅人工，或者做生意得到嘅利潤，或者有時係投資嘅回報。但其實收入獲得豐盛，不論係金錢或者其他嘅資源，係可以嚟自更加多，或者甚至係我哋意想不到嘅渠道。我哋先要唔好為自己設限制。中國人有一句說話：唔辛苦又點得世間財。我相信大部分嘅人都聽過呢一句說話。但其實點解我哋要有一個意識限制呢？點解一定要辛苦先得到收入呢？如果我哋只有呢一個思想，我哋會覺得辛辛苦苦咁樣去換取收入而生活，係我哋唯一嘅選擇。而其實呢個世界唔一定係咁樣㗎，我哋必定有其他輕輕鬆鬆嘅方法，或者係令人愉悅開心嘅方法，去合情、合理、合法咁獲得我哋想要嘅豐盛。我哋先要解除意識上嘅限制，保持開放嘅心，去接納豐盛係可以透過唔同嘅渠道進入我哋嘅生命。而家我哋揾一個安靜而不被打擾嘅地方，靜落嚟。你可以舒服咁坐低，或者盤起雙腿，雙手放喺膝頭上面，合埋眼睛。我哋一齊嚟做一個關於金錢渠道嘅冥想練習啊！我衷心喜愛金錢，我衷心喜愛豐盛，我歡迎豐盛以不同嘅方式，甚至係意想不到嘅方式進入我嘅生命。我要開放所有渠道，讓金錢同豐盛可以源源不絕咁湧入我嘅生命。我知道得到金錢同豐盛嘅方法唔止一種，我有能力去發掘更多唔同嘅渠道，讓豐盛同埋金錢進入我嘅生命。喺發掘豐盛嘅過程當中，我能夠啟發更多嘅人一齊同享豐盛，因為我明白世上嘅資源係足夠有餘嘅，絕對能夠充分咁令我哋每一個人同享富足，有能力達到自由，有能力擺脫限制信念，有能力擺脫無形嘅枷鎖。我相信，只要我願意，我可以輕輕鬆鬆咁得到豐盛嘅生活。我可以擁有令我愉快而滿足嘅經歷，同時得到美滿嘅收入同成果，因為我值得擁有喜樂、滿足
同豐盛。豐盛嘅生活令我得到自由，我可以去享受一個完全係我想要嘅人生體驗。我相信只要我願意，我可以輕輕鬆鬆咁得到豐盛嘅生活。我可以擁有令我愉快而滿足嘅經歷，同時得到美滿嘅收入同成果，因為我值得擁有喜樂、滿足同豐盛。豐盛嘅生活令我得到自由，我可以去享受一個完全係我想要嘅人生體驗。今日就嚟到呢度，多謝你花時間一齊提升意識，鬆綁對豐盛同埋金錢嘅限制信念。Namaste。